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消息来关心，内政部部长徐国勇下早来到灾防中心，人问到昨昏香港的歌手何韵诗来到台湾参加游行，到底讲话安尼敢有合法？徐国勇伊先讲，咱就要遵守国际法、公民权利的公约。落尾还佫讲到修正条例送到行政院，甲打也未通过，就人提议来含这个统战的活动，互人赶出去的理解来做标准，讲到小比子的问题。落尾徐国勇有小可起性地，咱做。会来看度假访问的内容。是何韵诗要来的时候，他要来台湾之前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他就要来参加这个合法的集会游行嘛。那媒体朋友都报了，所以其实他入境台湾的时候，那他也有报备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也有问他说你来台湾的目的，他有提到要参加这个游行，所以这是经过报备，那是合法的。中国学者李毅来到台湾，主张用战争来武统台湾。这个你们能够接受吗？李毅来到台湾，公然的要讲说要武统台湾，要武力解放台湾，这违反了国际公约啊！我再次强调，国际公约这个我们公民权利公约，我们已经这是马总统过的哦，我再讲一遍哦，马英九总统有签署这个国际公约哦，所以已经过了哦，不要做不正当连结，硬要把这个事情跟李毅扯在一起。那这个显然，如果硬把它扯在一起，那也会让国民非常的愤怒，完全不一样的状况。送到行政院，送到行政院没有过是内国法化的部分。可是如果国际公约已经经过签署，国际公约事实上就等于内国法，我们只不过把它再次的明确化。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，请把法律搞清楚，去问一下法学专家就了解了。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送到这边是还没有过，不是还没有过，是我们的国际法。本来就是我们要遵守，只不过我们再次的把它确认为国内法化。哦，我再次强调，法律是这样规定的。回到那个所谓参加跟发言，这有程度上。我再次强调，李毅在这里，他来到这里是要武统台湾，要用武力解放台湾，这前门打哦，这是不可以。那何韵诗的部分，他是参加合法的集会游行，那这一部分没有问题。我再次强调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一样，好，没有这个问题，好。